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反世，台语安尼写，反世。也许、可能、说不定，台语讲反世。咱的棒球队一路拢正赢，反世这届会拼到世界冠军。你莫阁等啊，反世伊根本就唔知影你要来。这个囡仔上巧啊，反世是灵童转世，天色乌坎坎，唔知念伊会上大雨啊未？反世啊反世哦，真歹讲。反世世、屈世、办世，唔是世。看伊啉酒的屈世，酒量应该真好。照这个办世看起来，你当选的几率真悬。伊一看唔是世，是阿婆啊浪讲赶紧选。啊那摆架子，台语讲长世面，不是食物，台语讲袂晓看世面。大势已去，台语讲世面去了了啊。迄个主管真够长世面，还阁真白目，袂晓看世面。这个新官伊看世面去了了啊，竟然找下骹手人出气，互人看到有够倒弹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反世，实在真趣味。